没有。对了，本店还有刚出炉的烤鸭。闭嘴！哎，谢谢。你知道吗？他说他来长安吃的第一顿饭，就是这家的煎饼。这种长安大街上的小吃，过去我连看都不会看一眼。今天尝一尝，味道还不错。所以他吃的苦，我也能吃；他过的日子，我也能过。殿下，您这是何苦呢？龙姑娘和君王他已经……君王？为什么君王可以，我就不可以？别说是病了，就算是艰辛苦楚，我也能一一咽下。为了他，我再也不会如此懦弱。该争的，该抢的，我都会一一夺回来。再喝一杯啊！快上酒！哎，您别急呀，这就给您拿酒去。您瞧瞧，您身边的各位姑娘，都是长安城里掰着手指头都能排得上号的。让开！您想看什么表演都行。那好，你告诉我，他们谁会赌博？我们这儿的姑娘平时所学的都是风雅之事，不是吗？那他们谁会用草变小动物？你是大唐皇子，这位锦鲤送你了。哇，他们谁会女扮男装？其实不必特意来送你，等我去长安办完事，就回应城等你。走啊。阿姨，阿姨，为什么？我们都是奥义。你们也配？你们也配？我砸了这破楼！告诉你们，这世上只有一个龙傲一。